會祖馬達勒納加洛薩喺1774年3月1號生於意大利韋羅那嘅一個貴族家庭。第日早上，初生嘅馬達勒納就喺教堂接受洗禮，開展咗佢為天主而活嘅一生。會祖有一個非常之快樂嘅童年，但係當佢5歲嘅時候，爸爸就不幸離世。2年之後，佢媽媽亦都改嫁，離開咗佢哋嘅家庭。之後就由佢嘅叔叔照顧馬達勒納嘅一家。馬達勒納漸漸長大，變得聰明伶俐，而且年輕貌美，成為當時年輕貴族嘅追求對象。但馬達勒納心靈深處卻一直感受到一把奇異嘅聲音呼喚住佢。馬達勒納嘅姐姐出嫁嘅時候，叔叔亦都希望馬達勒納可以好似姐姐咁樣，好快做新娘。但馬達勒納非常之嚴肅咁同叔叔講：我嘅新郎就係耶穌基督。呢一次係佢第一次公開表明隱藏多年喺心入邊嘅願望。馬達勒納要將自己終身奉獻俾天主，好能專心致志為天主、為人群盡忠服務。年幼喪父失去母親之痛，係馬達勒納畢生難忘嘅憾事。眼見因為戰爭而有好多孤苦無依嘅小朋友，馬達勒納本能咁樣發出無比嘅同情，更希望可以好似母親一樣咁去愛護佢哋。醫院入邊擠滿咗傷兵，馬達勒納經常到醫院慰問病婦。佢非常希望能夠為嗰啲孤苦無依嘅小朋友開辦學校，好讓佢哋能夠得到教育。馬達勒納勇敢咁樣向拿破崙提出要求，最終喺獲拿破崙批准，得到被封閉嘅聖若瑟修院，開始咗佢發展嘅仁愛事業。1808年嘅5月8日，會祖馬達勒納加洛薩脫下佢女着嘅華服，穿上樸素嘅衣裳，告別如同生父一樣嘅叔叔同埋佢最愛嘅弟妹們，離開金碧輝煌嘅大宅，去到聖詹諾區嘅一所古舊修院，以窮人嘅身份同窮人一齊生活，成立咗加洛薩仁愛女修會。會祖馬達勒納加洛薩同佢嘅同伴致力於教授要理、照顧安慰病婦者同埋從事教學工作。馬達勒納成日都話，人們不熱愛耶穌係因為佢哋唔認識耶穌，因此讓人認識基督就成為咗佢哋使徒工作同埋仁愛服務嘅核心同埋動力。1835年4月10日喺耶穌苦難日，61歲嘅馬達勒納跪喺地上中誦念過3篇聖母經後就與世長辭啦。教會表揚會祖馬達勒納加洛薩在謙遜中行仁愛，在仁愛中行謙遜嘅一生，讓我哋都步母佢嘅芳蹤，喺現世嘅生活中懷謙遜行仁愛。